行政院對4月13開始要開放厝內面有12歲以下囡仔，就會當來申請外籍勞工協助養囝家庭。今仔日佇立法院的畫框委員會，就立委質疑講，干那薪水較懸的家庭請會起爾，也驚講會影響到台灣本地農保。勞動部長洪申翰是強調，外籍勞工無法度取代專業的農保，這個政策也是甲即賣制度互相來配合的。行政院進前宣布，4月13開始，有12歲以下囡仔的家庭，就會當申請外籍勞工來協助育囝家庭。不過有立委煩惱，這個政策會衝擊到國內的農保。那勞動部部長是回應，外籍勞工無法度取代在地農保。政府的政策現在已經簡化到，只要有人看小孩，讓大人去工廠或辦公室上班，就是成功的政策。至於小孩照顧得好不好，那本國保姆有沒有飯吃，都沒有看到具體的解決方案啊。他的健康照顧，甚至是他的發展的支持，就是小孩的早期發展的引導，那甚至也包括一些親職上面的顧問，或者是親職上面的協助，這些工作當然是外籍幫傭無法做的。另外，立委林淑芬是批評這個政策，干那薪水前20%的中產家庭請會起，質疑是改革政策。那勞動部回應，放任規定是希望針對無工需求的家庭，在政策上提供無工的協助。這政策是不是階級政策？跟委員說沒有。第一個，其實對於整體的相關育兒支持相關的政策，這其實是一個整體的政策組合。不要講育兒啦，連家庭幫傭都一樣，他搶走台灣人幫傭的工作嘛。所以，委員針對不同的需求，我們會規劃不同的政策。另外，針對外界希望做的外籍勞工薪資長期評估，勞動部部長是講，這個政策對去年開始都有做準備甲配套，唔是從旁決定的。勞動部部長嘛強調，開放外籍勞工是要讓家庭加一個選擇，甲即賣制度互相配合，減輕育囝家庭的負擔。記者吳金陽、王志剛台北報道。